今日我哋嚟拆解一個好恐怖、好震撼嘅舊案。2002年，元朗白沙村姦殺女童藏屍案，亦即係大家聽過嘅五鬼復仇案。呢單案發生喺2002年12月，兩名年紀只係10歲同11歲嘅女童慘遭殺害、姦屍同藏屍，兇手仲企圖用石油氣炸死自己3名年幼仔女，同警方同歸於盡。案件背後係一個丈夫因為妻子出軌，沉迷泰國邪術五鬼復仇，結果做出咗令人髮指嘅事。今次我會用大約8分鐘時間，由頭到尾還原案件，分析動機同審訊過程。記住睇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啊！首先講案件背景同動機。2002年12月。元朗白沙村一條好靜嘅圍村，兇手唐永強當時38歲，係由越南移居香港嘅屠夫，喺村入邊住咗一間偏僻嘅村屋。佢同老婆樊柳珊育有3個仔女。1998年起住喺白沙村，但係樊柳珊因為受唔住老公嘅猜忌同控制欲，喺2002年12月1日離家出走，搬咗出去。同新歡同居，唐永強恨之入骨。佢相信只要殺害5個同佢有血緣關係嘅人，之後自殺，就可以啟動泰國巫術五鬼復仇，令死者化成厲鬼，永世追殺佢老婆。佢仲親手喺老婆全身相片度釘咗5支鐵釘，寫住樊柳珊生忌1980年8月1日。呢個就係佢嘅邪術道具。接住嚟講兩名女童失蹤同遇害經過。第一個受害者係11歲嘅陳樂文。2002年12月4日晚上7點幾，陳樂文同屋企人講要去元朗廣場 Yes Stations 抽卡，之後就失蹤咗。唐永強就係喺元朗廣場2樓用明星閃卡做有利，有咗佢返白沙村278號屋企。入屋之後，唐永強打電話俾老婆，要求佢返嚟，否則就殺人。老婆唔理，佢就喺閣樓睡房用枕頭焗死陳樂文，之後姦屍。屍體被脫光，棄屍咗，落屋後沙井，再用水泥封口，仲用木板同冷氣機壓住。法醫估計陳樂文死咗成1至2個星期，屍體已經腐爛、生蟲，手臂打撈嘅時候仲甩咗落嚟。第二個受害者係10歲嘅嚴佩珊。早在11月，嚴佩珊就喺朗屏村公園認識咗唐永強，仲交換咗電話。12月19日，嚴佩珊放學之後打電話約佢去玩。唐永強就用返屋企玩電腦遊戲做理由，將佢帶返白沙村。晚上6點半，佢同樣用枕頭焗死嚴佩珊。期間嚴佩珊仲以為係玩遊戲，冇反抗，之後一樣姦屍。屍體用床單包裹，3條紅色尼龍繩綁住，藏喺2樓衣櫃入邊。法醫驗出嚴佩珊死於窒息，死咗約1至半天。陰道有唐永強精液，陰部重創，內褲全部都係血。2單殺人之後，就嚟到最驚心動魄嘅煤氣挾持對峙事件。12月20號，唐永強覺得五鬼復仇儀式仲欠3個有血緣關係嘅人，就係自己3個仔女，就打電話俾老婆話已經殺咗1個女童，之後會同3個仔女同歸於盡，要求老婆返嚟見面。警方接到報案，到達白沙村。唐永強將3個仔女5歲、3歲、1歲半綁住，關晒所有嘅門窗，用報紙遮住，仲搬咗石油氣罐入房。談判專家勸咗3個鐘，佢死都要老婆出嚟。晚上6點42分，警方同消防破門，瞬間唐永強點火。其實呢個五鬼復仇根本唔係正統泰國黑魔法，而係唐永強將中國民間五鬼信仰
同泰國降頭術混埋一齊嘅扭曲版本。中國傳統民間有五鬼搬運或者五鬼運財嘅說法，本來係用嚟求財或者驅邪，話五隻小鬼可以幫人搬運錢財、轉運避災，根本係一種求好運嘅民間迷信，絕對唔係用嚟害人或者報復。泰國降頭術雖然黑暗，但傳統上多數係用降頭、符咒、鬼魂或者死人骨頭嚟害人、控制愛情或者做商業競爭，極少涉及大規模。審訊階段就更加刺激。2004年2月，高等法院審理，控方話唐永強有預謀，之前已經同老婆同姨仔講過要殺5人。辯方請精神科醫生，話佢有抑鬱症，殺人係情緒失控。但控方精神科醫生話佢冇抑鬱症，純粹係仇恨加邪術信念。唐永強自辯時突然改口話2個女童威脅佢，又話社會福利署講佢可能冇撫養權，所以先殺人。但控方指出呢啲說法從未喺警戒供詞出現，純粹係庭上編故事。陪審團退庭商議超過14小時，最終5-2裁定陳樂文謀殺罪成，一致通過嚴佩珊謀殺同企圖謀殺3名子女罪成。判決結果：2004年2月25日，主審法官高家樂判唐永強2項謀殺罪各終身監禁，企圖謀殺罪入獄8年，3項同期執行。呢單案最恐怖嘅地方，其實唔單止係2個小女童嘅慘死，而係一個看似普通38歲嘅丈夫，因為婚姻失敗，就完全迷失咗自己，沉迷咗呢個自己扭曲發明嘅五鬼復仇邪術，最終毀咗2條無辜小生命，同埋自己原本幸福嘅整個家庭。唐永強本來應該係3個仔女嘅好爸爸，家庭嘅支柱。但因為老婆離家出走，另結新歡，就將所有怨恨同控制欲發洩喺2個完全冇血緣關係嘅女童身上，仲用咗最殘忍、最變態嘅方式去完成佢心目中嘅儀式。表面睇似係簡單嘅報復，其實背後係極端控制欲同嚴重心理扭曲喺作祟，令一個普通人一步步變成魔鬼。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案件之後，好好記住，珍惜你身邊嘅家庭同親人。遇到婚姻問題、感情挫折或者情緒低落，千祈唔好衝動行事，更加唔好走上迷信邪術或者報復嘅邪路，要理性解決。可以主動同朋友、屋企人傾訴，或者揾社工、心理輔導員專業幫助。千祈唔好將仇恨累積到變成毀滅性嘅力量，最後傷害無辜嘅人同埋自己同身邊最愛嘅人。家庭幸福係要靠互相理解同溝通嚟維持，千祈唔好等到後悔先醒覺啊！今集關於五鬼復仇嘅小知識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呢類香港真實案件分析、心理剖析同恐怖故事，記得 like、share 俾朋友聽。仲要開啟小鐘聲，咁樣先唔會錯過每一集新片啊！留言區話我知，你最想聽邊單香港奇案做下集呢？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、留言同鼓勵，我哋下集再一齊揭秘更多驚人真相。拜拜。